你捡到宝了。现在都靠女人了。讲什么东西呀？怎样？再讲一遍。烂就是烂，再怎么样都有。我们干娘讲什么东西啊？他3年干咩买你啥？你个姐姐的，你买了没？这给我钱啊！没用啊！救命！你怎么变成这样？自己走了。是啊，你在的啊。我的气吧，我只是怕你不要我。我闹了！快去啊！快去啊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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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